度翩翩，嘿，陪我家公主玩变化万千，嘿，唱逗她唱，嘿，歌头她点，嘿，车里放的全是冰雪奇缘。你说我比较温柔。阿 Ken 演那个 Elsa 的部分，你平常在家里有演过吗？平常是他自己演，我要当观众旁边看。会在你脸上化妆吗？这非常常有的事情。对，比如说杜哥今天来画，就变成他要先帮我画。画起来怎么样？画起来应该不怎么样。我觉得应该很多爸爸都有这种感受。歌词里面也提到疯疯癫癫、风度翩翩、神经错乱的这样，被女儿搞得神经错乱这样。一下要扮公主，一下要干嘛干嘛干嘛。那我觉得歌词有提到这种一些很可爱的这个画面，我觉得很适合阿 Ken 来演这个。我想你现在。